上新的消息，咱来看，民众党党主席郭文哲牵连经发声案，封期延长期压，请假3个月的时间到底要到啊。民众党昨昏是召开中央委员会，通过2个提案，包括郭文哲延长请假到明年的2月28，也有由党中央紧急应变小组3个共同的调集人来代理职务，而且未推选新的党主席。力挺柯文哲，团结民众党。手牵手发口号展现团结气势，民众党主席郭天请假3个月期限就要到，中央委员会10日开会行刑，14委员全部通过柯文哲继续请假3个月到2025年1月28。党部由紧急应变小组3位共同召集人处理代行职务。本党没有代理主席的问题，我们也不会有多头马车。我跟黄国昌、跟李伟华3位共同召集人，团结一致，从来没有意见相左过，对吗？李伟对吗？党章第16条是有说，主席因请辞或因故不能行使职权时，这个部分才由中央委员复推代理党主席。推出代理党主席以后，6个月内要完成主席的补选，他不是请假6个月满，不能再请。李伟华表示，党中无限制请假期限，民众党强调无代理主席的问题，党是正团结，外界唔通趁机会就改占。外界所有见缝插针的事情，请适可而止。目前全党上下团结一致，党务正常继续运作。针对延长请假代志，是受事先通知郭文哲，林富兰表示，因为郭文哲期压警言当中无法度知影伊的看法。按国民众党最高权力机构是中央委员会，全体中央委员除了郭文哲请假以外，其他14个拢有参加。全部人拢通过继续请假3个月，了后会请律师转达给郭文哲。记者综合报道。